普選呢，我諗各位都明白，達至立法會普選呢，其中一個要處理嘅問題就係功能組別。目前有30個功能組別係點樣處理？根據基本法嘅規定呢，如果要達至全面普選呢，功能組別係需要取消。所以咧，我建議咧，亦都係我希望喺2012見到立法會全面普選。咁我咧就建議立法會嘅議席咧由60席增加到80席。2012由60席增加到80席，其中嘅40席咧就係用地區嘅比例代表直選，即係好似而家一樣啦，係嘛？我哋有啲我哋嘅直選嘅議員就係根據地區嘅直選出嚟啦，用比例代表嘅方法。其他嗰40席咧就係用比例代表名單制，即係話咧到時咧呢啲比例代表名單制嘅候選人咧，佢哋就唔需要喺地區度直選，全香港九龍新界咧就會視為一個單一嘅選區，可以一個人提一個名單一張名單有一個人就得。如果係我哋嘅政黨、其他團體或者獨立候選人合埋一起組織一張40人嘅名單又得。咁按得到嘅票數比例咧嚟分立法會嘅議席。咁即係話個分別咧就係有40位議員咧，佢就係面對地分區嘅選民去選舉，而有40位議員咧就係用比例代表嘅方法咧，面對全港9新界嘅議員咧嘅選民咧去選舉。如果係2012做得到全面普選咧，我就建議係咁樣嘅方法普選。一半係地區直選，一半咧就係比例代表名單制去普選。咁如果係2012做唔到咧，得唔到共識咧，我就建議喺2012咧就係只係加2012咧就係加30個比例代表制嘅職位。加20，對唔住，加20就保留目前咧30個分區直選，30個功能組別，就加20個比例代表制嘅席位，一共80啦。而到2016咧，就係取消晒所有嘅功能組別，就係變成咧係40位議席就係分區直選，40位議席咧就係比例代表名單普選。咁最遲2016咧就達至立法會嘅全面普選。咁呢個就係我嘅建議。